济团体，我是安怎毋去叫别人，我哪要叫智星啊？迄个。你讲美国政府迄落引卖者，安尼迄台湾即个中华民国即个澳政府，神哪还袂出来抗议？哦，伊愈抗议，是愈无路通行。对，不管伊绝对会抗议的，唔敢抗议啊！迄唔敢抗议尔呢？哎，这很东。因讲目前遭到，是美国政府因做就开始去台湾。有中好无？有中好无？有中好无？无啦，无中好。咱个即摆个倒转来讲，你即摆即个 idea 吼，即个 concept 吼，到底台湾遮反腐运动吼，重视偌济？我相信。你遮啥物几年？我就甲你讲啊，你一个啦，你即马你像啊，我莫记即马即个国民党的即个啦吼，我记吴钊燮好无？吴钊燮台湾知嘛？吼，啊，吴钊燮是泰国 DC headquarter 的代表，吼，啊，伊家己拢自称伊是台湾的白菜，吼，这是民众党甲吴钊燮家己讲的。啊，有一届伊本，我即届当台湾伊一个演讲，我甲伊问一个问题，伊拢无法甲我答答。吼，啊，伊就甲伊讲，伊讲伊伫华盛顿 DC 做台湾代表的时，你知影伊台湾代表的 office 伫倒位？无伫华盛顿 DC 内底，伫倒位？伫Long Island 迄个 Twin Oaks， 吼，双向眼里面。Anyway， 国会开会所在。啊，美国政府命令政府官员袂使伫迄个政府的 public government building 内底见有拢政府的任何一个人。但是，因为台湾的话，因为台湾伊是讲美国伫后壁咧下指导，所以伊真侪代志要记着台湾人，台湾人。伊吴钊燮甲你讲的啊，迄大热天吼，阮就爱去 DC 的对一个 metropolitan 迄个 small restaurant 内底，啊无就是哪一个 small hotel 内底吼，啊约一个时间，啊我伫吴钊燮讲，我伫内底安尼咧等去，啊我拢享受冷气。啊大热天，美国行政院伊讲伊哪一个部门，除了白宫进不去以外，吼伊家大讲伊见到迄个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。但是吼，因大热天，因就安尼偷偷来即个 restaurant 啊是motel来找我，啊来的是拢满身大汗，啊我伫内底安尼享受冷气，甲笑讲恁哪袂遐辛苦啦，吼。啊，伊阁讲美国伫1979年就甲台湾就到啦，吼。Exactly， 伊即句就完全足大个错误，吼，啊我甲伊讲。讲，啊你讲你敢若白宫袂当入去，啊你伫迄小 restaurant 甲小 hotel 去见着某些行政部门的官员的时，你敢有感觉？是安怎？美国伫台湾的办事处叫做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(AIT)， 啊伊拢甲伊讲伊是外交办外交吼，啊台湾是主权吼。啊，我讲你迄讲外交，啊若外交，啊你哪毋叫伊讲，啊你莫讲退库，你哪毋讲你是 TIA 台湾人是一个 American， 哦，啊你做，迄是第一点吼，你哪会叫退库？啊你嘛有讲过啊，啊美国哪会用迄台湾 Relations Act，a domestic law， 咧管台湾，啊经过 TIA 咧维护自维护庇护台湾。这是安尼管法呢？吼，啊，过来我甲条件讲一点，我讲美国政伊是世界大战结束，将来有甲台湾断交。而家伊是甲流亡中华民国政府1979年断交，将来无甲断交。哦，所以你看伊做，伊讲伊是大使，伊讲伊咧做外交，这敢是大使，这敢是外交？啊，若是讲我7月7日，我来华盛顿 DC， 这是伫咧大使区，
莫讲在西区来讲，毋是可能吼，有人搁来讲吼，有可能是美国的政府的 federal building 内底嘛，可能哦。吼，啊，若我伫遐办酒会，我会当公正的，我信任 DC 办酒会，啊，我若是有法度请着美国国会也好，国务院也好的官员正式来到我的窝里时，跟我不喝酒了，但是我会请伊食酒的。安尼是你个想看嘛？如果是还是吴钊燮在 Twin Oak 他做核感想，或者是现在国民党的袁建生他们做核感想，是谁才是真正的代表？你想看？啊，这样会告诉，会甲台湾人安尼做，只是美国政府甲上，真正美国政府主导。伊安尼要甲台湾人安尼讲，要安尼表示，迄流亡政府啦，迄吴钊燮还是袁建生，毋是台湾大使啦 ，OK？ 而且要搁甲台湾人讲，你安尼分个遐一个 group， 民进党也安尼吼，迄个后台湾国后3会，啊，恁遐论述一人讲一款，啊，你迄陈良基甲迄个合作柯世凯，还是黄昭堂，王迄个即个独派吼，一人讲一款，讲我是渐进式。